咁第二個部分呢，就會講下點樣去整一條混合式學習嘅課前短片啦。我會簡單分成4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，咁當然一個混合式學習嘅短片呢，必須要有一個清晰嘅框架啦，甚至乎有啲老師呢都會用一個故事嘅方式去引入一個教學點嘅。咁所以呢，你可以用到一啲文字生成嘅工具，例如我哋常日見嘅 ChatGPT 啦、Gemini 啦或者 Copilot，咁都係好好咧去幫老師咧減省時間去生成一啲劇本。而角色嘅對白咧，亦都可以透過呢啲工具咧，好容易喺幾分鐘之內就生成到出嚟啦。然後我哋亦都需要一啲圖像生成嘅工具，咁例如咧就係我哋應該會用到嘅唔同嘅 AI 生成圖像嘅方式，咁係可以幫助我哋咧去生成一啲短片內嘅背景啦，甚至乎角色。而第3個部分啦，就係語音生成嘅部分。咁特別如果你教個科呢係比較多用粵語嘅話呢，咁我哋都會介紹一啲工具，令到呢可以出到地道嘅粵語。咁無論係聲線啦、語調啦，甚至乎係講嘢嘅節奏呢，都似翻一個廣東話嘅語調。最尾啦，有聲有畫，我哋需要將呢條短片進行合成同剪輯。咁我亦都知道呢，其實有啲更加專業啦、更加高階嘅剪片工具。不過呢，為咗方便大家去嘗試一啲唔同嘅混合式學習嘅工具呢，咁我呢度會介紹一啲簡單亦都常用嘅，例如 Canva 呢就係一個幾好嘅線上工具啦。咁成日話有聲有畫啦，咁所以呢會先同大家講點樣去合成一啲聲音，特別講緊一啲粵語嘅生成。咁呢，我哋會將文字轉成語音，將一啲比較地道嘅粵語呢作為我哋片段嘅對白。咁甚至乎咧，老師可以用啲比較書面語嘅方式去輸入，然後咧透過 AI 咧將佢轉換成自然嘅口語。咁所以咧，同我哋以往嘅語音生成工具咧，佢嘅最大分別就係當中咧加咗啲 AI 嘅元素，咁咧就可以去模仿翻一啲廣東話嘅聲調啦、音節啦，甚至乎咧係我哋平日講嘢嘅語氣。咁學生聽落咧就會更加覺得似一個真人同佢講嘢啦。咁呢度呢，先俾大家睇下個成品先。咁呢個就係我哋用喺4年班嘅混合式學習短片去教分數嘅減法嘅。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混合式學堂。今次有我余老師同大家一齊學習分數減法。同學們，今日我哋喺課室開 party， 呢度有一壺好飲嘅果汁，但係我發現已經有同學飲咗一部分。老師，我哋頭先太口渴啦，飲咗2/7壺果汁。哇！唔好意思，我哋飲好多，咁我哋而家仲有幾多果汁可以分享啊？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解決嘅問題。如果原本有5/7壺，飲咗2/7壺，仲剩幾多壺？我哋嚟諗一諗，乜嘢係1/7？即係果汁平均分成7份，每一份就係1/7。嗰5/7就係有5個1/7，飲去2/7就係從中減去2份1/7。冇錯。5個1/7減去2個1/7，仲剩幾個7？咁呢個例子呢，就想俾大家睇下，結合咗 AI 之後呢，出嚟嘅對白大家都會見到啦，好明顯呢，就會比較似我哋平日講嘢嘅語氣啦，唔會咁生硬，同埋呢，其實呢，去整嘅時候，其實只要用好簡單嘅書面語呢，已經出到好流利嘅口語嘅廣東話。咁呢個都好重要，因為學生似一個真人同佢講緊嘢。咁咧，其實網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平台都係可以做到粵語生成嘅。咁呢度咧只係舉其中一個嘅例子。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咧，就係盡量揾一啲咧佢有 AI 元素嘅。咁變相咧佢就可以聲音上咧就會多啲唔同嘅選擇啦，同埋更加似真人講嘢。咁去揀選呢啲工具嘅時候呢，我哋都會發現其實入邊呢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。咁喺片段入邊，你會見到啦，我哋有唔同嘅性別啦，有男仔，亦都有女仔嘅聲啦。可能呢係比較年輕嘅小朋友嘅聲，亦都呢可以有比較大人嘅聲音。咁亦都方便呢學生去代入翻呢故事入邊嘅角色啊。咁佢就唔會覺得呢，哇，點解把聲明明係男仔聲，但係配咗落個女仔度？咁我哋呢透過呢啲工具呢，就可以有多啲唔同嘅組合。
而更加重要啦，其實咧 AI 咧係會加咗啲嘅語氣落去嘅，咁變相咧學生真係可以代入到就係，好似真係佢開心嘅時候，佢感覺到佢嘅語氣咧係比較歡欣啦，又或者佢疑惑嘅時候咧，喺佢嘅語氣用詞上咧，亦都會透過 AI 去做呢啲變動嘅。咁咧，其實坊間咧有好多唔同嘅平台係可以提供到呢啲嘅服務嘅。不過咧，大家都要注意啦，到底選擇夠唔夠多啦？又或者咧，佢嘅聲音會唔會比較假嘅？係啊，咁呢啲都係大家要去試嘅部分。咁呢度咧有3個嘅例子。第一個例子咧，佢就用其他工具去生成出嚟嘅，咁咧就會比較生硬同埋冇語調。大家好，我是陳老師。今天很高興可以和大家一起認識粵語生成的工具。我認為廣東話最重要是地道發音。咁跟住呢，有2段嘅聲，分別呢都係用 AudioDub 咧去示範嘅。咁會一個係女仔嘅小朋友聲啦，另一個呢就係一個大人嘅男性聲音。大家好，我係陳老師，今日好高興可以同大家一齊認識粵語生成嘅工具。我認為廣東話最重要係地道。大家好，我係陳老師，今日好高興可以同大家一齊認識粵語生成嘅工具。我認為廣東話最重要係地道發音。咁透過呢3個例子呢，其實想俾大家睇嗰個多樣性啦，同埋最重要呢，就係用 AI 咧去令到一把本來生硬啦、冇乜語調啦、平鋪直敍嘅聲音呢，變得可以令到人哋容易啲代入，同埋呢可以有唔同角色嘅聲音。咁呢，其中都想大家透過呢一個嘅例子去諗下，其實點樣將語音合成呢一個 AI 工具呢，應用喺你嘅任教科目入邊啊。咁譬如啦，你係教中文嘅話，其實都可以諗下呢，除咗用喺混合式學習短片之外呢，其實一啲嘅聆聽聲帶呢，都可以而家用呢啲方法呢去錄製嘅。咁另外啦，如果你係教英文，其實亦都可以用相同嘅方法啦，一啲嘅聆聽聲帶。咁無論係中定英呢，其實用喺混合式學習短片呢，都可以做到唔同角色嘅發音啦，同埋一啲調配嘅。咁至於你係教數學或者你係常識科、人文科、科學科嘅老師，咁呢亦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製作你嘅混合式學習短片，甚至乎呢製造一啲叫數字人啊，咁即係呢一啲可以同學生做互動嘅工具。咁不過呢，我哋都要留意一啲嘅地方喎。第一就係收費嘅方式同埋訂閱嘅方法。咁如果用學校嘅戶口呢，咁都要睇一睇到底收費係用全年啦，定係用月份去計算嘅。咁亦都要睇下個收費係咪合理啦，因為呢唔同嘅網站呢，有陣時佢嘅價錢差異係會好大嘅。咁第二樣啦，就關少少安全性啦。咁呢絕對唔建議用學生嘅聲音，因為呢每個人把聲呢其實都有佢嘅獨特性。咁甚至乎呢，如果你用學生嘅聲音呢，可能都會侵犯咗一啲嘅私隱啦。咁第二，就算係你用自己把聲呢，都要小心，因為呢每個人嘅聲紋呢，其實都係需要受到保護嘅。咁最後啦，我諗語文科老師呢都會特別留意一啲發音上嘅細節。咁有陣時呢，的確嘅，雖然呢人工智能越嚟越發展得迅速，咁但係呢，有陣時一啲發音上嘅細節音節呢，特別係同音字呢，我諗語文科老師呢係要特別留意係咪正確，然之後呢先至去俾你嘅學生。